周周，过来。这是周周，一只喜欢看海的成年雄性阿比，姐弟俩的爸爸。没错，他就是传说中那种可以出门遛弯的猫，智商拔尖，性格开朗，是个老社会猫了。今天他想上楼看看太太和一双儿女。但雷达对周周的到访并不欢迎。在小猫没有独立之前，所有的猫妈妈都会战斗力爆棚，因为猫爸爸对小猫，尤其是小公猫，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。他老想上去看那两个小猫，但是他不会照顾它。探望时间结束了，猫爸爸从来都不会操心儿女的教育问题，他们是恋爱脑，只负责播种，不考虑后续。